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餘生分行 Fleming， 咁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全景花園嘅一期，一個7座嘅低層 D 室單位。呢個單位咧係幾年嘅裝修嘅啫，所以咧見到個單位咧都非常新速嘅。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望一望個單位。單位咧就362尺嘅呢度，咁客飯廳咧就黐埋一齊。呢一間房咧細房就拆咗張嗰個牆啦，咁啊用關個櫃間開咗兩邊。呢度咧就係一個琴嘅房，同埋一個單人床嘅空間。望翻出去咧就係自己嘅一個少少望翻出嚟望景觀啦。咁而我哋望埋間主人房，主人房呢度啦，咁啊會擺咗張雙人床嘅，咁亦都係有一個窗台嘅一個位置。嗱，呢啲都換咗噶啦，成間單位其實都係啱啱裝修咗3年左右嘅啫。咁啊，廚房位置咧，咁樣係新做啦，所以啲地磚啊、台面啊、啲櫃咧都係非常之靚。咁我哋可以睇翻一個入門口位，入門口位咧，咁啊左右都可以擺啲鞋櫃嘅空間啦。咁而呢度咧側邊就係飯台位置。洗手間啦，咁啊亦都係因為新做啦，所以啲旗杆啊，同埋咧洗手間嘅一個坐廁啊、星盆啊，同埋個洗衣機咧都係非常新速嘅。咁飯台位置之後啦，咁啊側邊因為係客飯廳連住嘅呢度，咁所以咧就黐埋一齊啦。咁喺而家有小朋友，所以中間就擺咗個圍欄仔。咁喺個廁所出邊咧個細牆位咧就係個電視櫃嘅空間。咁睇電視嗰個闊度咧大概都有8尺幾度嘅，咁所以個寬敞咧嗰個位置咧都唔錯。